咱来看中华鹿港昨呢是小煞发生2件火灾，这拢是伫咧路边的空地，而且因为风真透，这空地顶头呢，若是有废弃物、杂草也生甲规世界，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猛。附近的厝拢互熏甲乌糟糟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 路边的空地熊熊着火，火真大，强要烧到停伫路边的轿车。21日暗时6点外，伫中华路河路3段一搭空地发生火灾，消防队出动4台拍火车，附近的民众嘛摕灭火器到拍火，但是停伫路边的轿车袂赴刷走，慢把互火烧着。 那现场是燃烧杂草跟废弃物跟一些废弃轮胎，那人员立即部署水线扑灭火势。那其中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靠于路旁，那的右前侧有轻微的受烧。另外，伫鹿港中正路附近，嘛有一位空满废弃物的空地着火，着火面积大约5平方公尺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嘛随出动拍火，并无人员甲财物的损害。附近民众表示，看到火的时阵已经烧甲真猛，真有可能是因为透风，互火烧搁较凶。我们看到就这样子了，就烧起来。风势大，然后助长火势的蔓延。对啊。你讲这种风，若讲万一若讲真的有火灾的时，可能迄就足紧的啊。消防局表示，这2件火烧意外拢无人受伤，详细着火原因也阁需要调查。消防局嘛提醒民众，尽量莫伫外口烧杂草，嘛莫乱弹昏头。这几天风真透，拢有可能因为一点仔火势就引起火灾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